为着要鼓励中高龄的民众重回工课场，劳动部提供55岁以上，也是45岁依法退休、离开工作3个月的民众，会当透过就业服务的机构来登记找头路。那找到头路，工作满90天阁有3万块的奖励金。 50几岁姓黄的妇人27年前结婚了后，伫咧厝内做家庭主妇。即阵参加这场健身活动，互伊阁想要转去这场的想法。经过就业服务站的推荐甲介绍，即马已经伫咧卖场做收银员。我现在的生活是多彩多姿，而且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人群，而且客人对我的鼓励，还有一些支持。他们觉得中高龄可以出来工作，他们觉得我有很大的勇气。 中高龄的他们的有一定的社会经历，然后稳定性也相当够。因应台湾人口老化加产业欠工的状况，劳动部今年推出55+ 壮世代就业奖励政策，年纪满55岁，也是45岁依法退休，找无工课3个月，拢会使去就服站机构登记求职。若顺利找到工课，就有机会头领3万块的奖励金。只要是55岁以上。 或者是45岁以上退休的，然后失业3个月，就可以到就业中心来登记求职，然后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，我们就有3万块的奖励金。好买就业中心表示，这个计划唔但鼓励中高龄劳动力回归，那企业善用这个经验丰富的中高龄劳工，提供会当春秋的工时、职业训练加心理支持等等。劳动部嘛会照聘请的人数，逐个月补助职场支持辅导费3000块，上长12个月，工时的头家每年上悬补助30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